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一句话三角六尖，这个意思是讲话真咸，逐句话拢敢若尖，咱甲角会去伤着人。其实讲话是一种艺术，伊嘛决定人际关系好歹甲运命。就讲屏东嘉东乡这件命案，这个厝边之间本来就袂合，再加上停车的纠纷，理论无成，然后变成野刀啊杀人。其实讲话代表个人的思维甲内涵，你若有同理心，所讲的话，就互人感觉温暖。星座专家讲，相信做人，伊袂去巴结别人，抑毋过有同理心，真体贴。体贴做人，只有正义感，对别人的情绪真敏感。处女做人，别人代志要求完美，伊真重视别人的感受。其实心存善念，对讲好话，袂像今日所讲的俗语，一句话三角六尖。